为你都讲什么，咱袂使搁对未来场乌西啊啦。是，我昨去好好找老师，伊搁甲我讲，我真有心交代阿姆呢，搁甲我出地多谢。你想要听？你是我笑。我讲我唔知啦，总共一句话啦，哪是安尼吼？我义团客，看当成对。阿是啊，这题目真好咧。我话阁讲得无够清楚是？代志到这个坎站啊，敢讲你阁想要倒来遮，阁想要甲迄心灵交往是？今日有一个重要代志要问你，林中春先生叫出来若过来，要甲伊做亲情。你倒来伫遮发生过什么代志？你是唔通掠准讲我拢唔知呢？你即马这时甲我爆发款款的，倒来台湾！